蔡康永的情商課三，你願意，人生就會值得。第一部分，有什麼好不願意的呢？第10課，情緒太大時，去更遼闊的地方。我哋要學識嘅係心情會轉移，一粒一粒嘅沙堆出咗喜悅，一滴一滴嘅水匯成咗悲傷。平時係醫生，夜晚就變成咗一個 rap 嘅歌手，頸上面掛住咗一條黃冚冚用金鏈串成嘅聽診器。有時候喺台上面 rap 到一半，被通知有病人要急診，就急住咁返去醫院噶啦。你做醫生開唔開心啊？我就問佢啦，佢係一個腸胃科醫生嚟噶。康永，你知道嗎？病人一開口就只係話，醫生，我胃好痛啊。至於係點樣痛嘅程度，都要花啲力氣同時間問先得噶。因為病人自己亦都唔知道有幾痛啊，最多佢只能夠講到比踢到對腳更加痛啲，但係又冇生仔咁痛喎，諸如此類。或者將睇唔見嘅尺隨時放喺身上面，諗到就度度睇下呢一次嘅狀況，大概係幾多程度嘅痛。呢個醫生嘅比喻真係好有趣啊！情緒是沙堆，不是山。情緒到咗乜嘢嘅程度係比較出嚟噶？從我諗我係快樂嘅，到我好快樂，到我真係好快樂。我哋每個人雖然冇時時用尺去度啊，但係總係摸索緊自己嘅情緒。平時隨口祝福人哋生日快樂，一年復一年，漸漸都會心虛，覺得似乎力度唔夠，紛紛改口祝生日大快樂，仿佛唔敢講嘅話，擔心人哋嘅快樂會太細份啦。但係總唔可以好似小學雞咁樣喺度鬥嘴噶嘛，將快樂吹噓成越嚟越大，到咗乜嘢銀河系嘅快樂，全宇宙快樂咁樣。喺可以測量嘅範圍裏面，老實咁去探索自己情緒到達乜嘢嘅程度，可以令到我哋比較容易轉換心情。關鍵就係明瞭情緒都係一點一滴，而唔係一塊一塊堆埋嘅，係沙堆而唔係山。快樂可以俾我哋先放到一邊，我哋唔會想擺脫快樂。10分嘅快樂或者係1分嘅快樂，我哋都好歡迎。姑且一齊嚟研究一下悲傷啊！細嘅悲傷就算啦，啱啱買咗杯雪糕跌咗落地，又唔好意思趴喺地上面舐，或者睇到路邊有小狗喺度淋住雨，但係就冇辦法停車去幫忙。呢啲悲傷，好好咁去體會一下，係有助於我哋自己同自己變得更加熟噶。但係非常巨大嘅悲傷，好似黑色汪洋咁樣困住我哋嘅悲傷，可以有咩辦法呢？可以一啲一啲咁縮小佢哋巨大無比嘅悲傷嗎？或者你願意試試咁樣嘅建議？當悲傷過於巨大嘅時候，想辦法移到去比自己大幾百倍、幾千倍嘅地方去等待。當悲傷巨大到沒得商量，移動到令情緒變渺小的地方，乜嘢係比我哋自己大咁多倍嘅地方呢？大自然，隨便嘅一棵樹、一粒石仔都比我哋老好多年噶。隨便嘅一陣風、一片雲就比我哋更加自由自在好多倍啦。懷抱巨大悲傷嘅時候，繼續匿喺充滿別人嘅世界會難以脫身，因為對我哋嚟講巨大嘅，對身邊嘅人嚟講亦都一樣巨大。無常嘅事對所有人嚟講都係一樣無常。呢啲人當然可以提供慰問、擁抱、照顧，可惜佢哋都係凡人，唔太可能帶領我哋超脫呢個時候嘅困境。當悲傷巨大到冇得商量嘅時候，移動到去可以令我哋情緒變得渺小嘅地方，可能比較可以唞下氣。啲詩歌內容係悼念死亡嘅時候，詩嘅最後2句往往都會轉移去描述天光雲影、草原又或者河流。愛情電影結局好悲傷嘅時候，最後嘅鏡頭亦都總係拍向遼闊嘅天際或者星空，因為人間已經冇地方可以去啦，唯有呢度去更加遼闊嘅地方，讓自己可以恢復一啲呼吸。大自然裏面冇表情，但係又充滿力量嘅種種，多少能夠轉移我哋嘅念頭，讓我哋喺悲痛嘅同時，一點一滴咁領悟生命本來就係咁樣，花開花落，雲朵嘅聚散，季節來來去去，天地無言。我哋冇辦法成為絕對快樂嘅人，世界上係冇咁樣嘅人噶。如果有嘅，應該都係夾硬扮出嚟。我哋要學識嘅係心情會轉移，一粒一粒嘅沙會堆成咗喜悅，一滴一滴嘅水就會成咗悲傷。唔需要一定將悲傷當成一整塊嚟對付，試下讓大自然嘅信息、大自然嘅力量滲透亦都好，吹過嚟亦都好，一絲一絲咁攬住我哋，慢慢讓悲傷退去，成為咗唔會再困住我哋，亦都唔會被拋棄嘅回憶。